我其实哇，因为我刚看了最后2集，我发现就是比我想象中的还梦幻，就是真的很梦幻。像夜广他家里遇到那么多的问题，然后最后还是会返回自己，当然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但是我觉得希望大家看完这个作品，我觉得可以对自己、对周遭的人可以再多一点信心，这样，就是因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反正是谢谢大家陪我们看完了这8集，然后今天在这里陪我们一起看这样，然后而且我现在有点词穷，因为我真的是太，哇，我是就是这样，然后我不知道怎么说，好，先这样。好，你很想哦？没有，只让你讲。所以蛮不可思议，对。我刚被那个夜晚的那个巴掌吓到了，好大力的感觉。那个，我那边有班内稍微看了一下。有。大家都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哇，8集。就这样没了，对啊，好，对啊，可是就是我觉得对，我觉得这趟有点像是一个旅程啊，然后我就把它定义为灵魂出窍的旅程，对，从开始到现在，对，就是灵魂出窍，可能沈俊那个灵魂出窍，变虚几张出来，对。对，然后我希望就是这个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结束。对，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喜欢这个作品，然后也谢谢大家喜欢我们，喜欢那种对，而且对，对，我要谢谢蜜导，对，突然安静，刚那个都没有，我要谢谢蜜导，我可以再讲，谢谢蜜导把我们拍得这么帅。对，很多画面都很唯美，我真的吓到了，对，对，然后还要谢谢行销，在场的所有行销，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你们这一个整趟的宣传都辛苦了，对，然后谢谢粉丝，谢谢观众，我觉得我们就像一个很大型的 family， 对，就是在。你是不是讲太久了？然后就是从杀青到现在，其实我们这样讲话，我们要上课，虽然还是讲得蛮烂的，就是行销都有帮我们上课，说要讲什么。从那一刻到现在，我觉得我们就是集结了变成一个很大的 family， 对，每一次出去，然后我觉得我也会很舍不得这个。旅程要结束了，对。还没，还有见面会，对，我知道，但是，对啊，就8集就这样没了。所以就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哇，还是我吧。哇。我觉得看完这8集之后，大家应该都很舍不得吧？觉得很舍不得，就是一个到底，就是一个旅程的画上一个句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句点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4个一起在这里看，最后一起这样子，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完美的剧。对，然后我也是很谢谢大家，可以来这里陪我们看，然后对我们很多关爱，我们都有收到，也都会永远记得。也谢谢宣传的大侠，就是平常都很照顾我们。
还有蜜桃跟冰推荐对他们是他们。但是这个句点只是一个段落的句点，不是一个文章的句点。接下来我们大家还有更多机会跟你们见面，也有我们每个人也会带来更多不一样的理念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有没有人想要分享你们最喜欢哪一场？然后我们有签名海报送大家，然后这个有没有人想要回答？好，3月1分。你先说。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在最后面唱片尾曲的那一段，然后叶广在上面也有就是被他爸看见的感觉，因为他爸最后感觉有被他感动到，因为他有去偷看他妈妈的那个手机。然后观察很仔细啊。还有人啊，我们这个没有人要分享啊，你说。麦克风。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就是叶广他有一幕是他不想回家，他就坐在那个大楼的台阶上那一幕。然后他们彼此之间都没有任何言语，可是就是那种情绪跟氛围，然后紧张就看到他，然后就默默的靠近他，然后分享你送给他的耳机。我觉得那一幕非常的感人，就是我们不用透过言语，但我们很心就将会在一起。好，来开放建瑞的，建瑞有没有人想对建瑞的怕友想要说的？来够，那个瑞够，瑞后面那位男生先，然后你等下下一位。可是我刚已经到是即将跟叶广的，让我讲，让我听你讲2个。让我听我讲2个吗？对。我觉得就是去练团的有一次要吃水饺吧，然后叶广就很可爱说：“没有刀叉吗？”我觉得那一幕让我非常印象深刻。对，然后2位的话就是今天的各种缠绵，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演得非常好，谢谢。好，就送他一张。给各位，这一位，欢迎。麦克风，有人想问你们问题。麦克风那边，麦克风帮我递给那个白色衣服的。然后叶广什么问题想问？你就问吧。不知道是刚刚发言那个白色衣服的男生，其实我蛮好奇一件事，就是你怎么会对那一场那个刀叉的戏印象很深刻？你直接讲。大声公。对，直接讲。我觉得编剧编得很厉害，就是能够让那个场景在一个可能你感受得出叶广他很紧张，然后要怎么样去用一个很自然的表现去凸显他在那个状况他是尴尬的，但是又不会让观众看得很尴尬。我觉得他是有能力，然后你就是很谢谢，厉害。来，欢迎。要讲尖锐的哦。有声音吗？有，当给。好，我要讲他们最喜欢的片段嘛。对。首先我很喜欢就特定的理妆扮相，因为其实有很多电视剧，有很多电视剧扮的时候会有一点敷衍，就是可能配上假发就说她是女生，但是剧组呢有帮她画上比较女性化的妆。然后当然还有秀婷的美腿，老婆。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一开始吻戏，到后来的那个氛围感是真的不一样的。一开始确实2个人是有点慌张的那种感觉，但是到刚刚大结局的部分，那一集他们就是有互相很喜欢的氛围了，所以很想称赞你们演得很好，做得很好。谢谢。真的也很棒，很棒。谢谢。好，你送他一张。来，瑞瑞去吧，瑞瑞，清唱，老婆清唱。耶，颁奖。好。好，还有再来的话，我现场问题有没有现场
粉丝，线上的粉丝，我们现在直播直接打开了，我们线上粉丝有提问的。还是我这边先做一题，就是其实我们有收集一下网友的就是线上网友有什么想问一下，四位在相处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些彼此的缺点，就让你们白目想要到大翻特翻白，不一定是缺点，或许是他们可爱的一些地方，让你很想翻白眼。翻白眼，这个不用讲。可以讲其他的。你讲几张啦？我讲其他的。那个瑞刚好像欲言又止。我说就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看过啦，就是你试看。算了，我们讲他。对他很爱讲土味情话，什么话？土味情话。然后对，上次还想了一个，然后就说我不要看这个。好，来我私下里。我自己什么东西啊？是翻白眼，对，翻白眼。那换你讲吧。可能我还好就是看到他翻我白眼的时候，我很想翻白眼，会觉得屁股。觉得闯祸了，他觉得闯祸了。想要处罚一下。想要处罚一下。你不要再。看一下。看你们。他的个性蛮好，一直都很好，只是就是在接吻那个时候，就是他的嘴特别喜欢张开，让我有时候会措手不及，你知道吗？因为想说，因为我就闭眼睛要往前嘛，然后我还要碰到他的时候，他整个已经含住了，可是后面亲到后面想说，这样好像也不错，所以这也不是一个缺点，也不是一个优点。很想要翻白眼的事情嘛，对不对 ？Hello， 是吗？对。那这个，好好讲。可能要想一下，因为他这个人真的没有什么缺点，所以我们平常相处就有啦，他的笑声实在是，应该不用再模仿这，他很喜欢，就是反正他的笑声无时无刻都是那么的清澈，那么的响亮，所以无时无刻在片场大家都可以听到远远的30公尺外就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所以对就是很可爱的好吗？对。给他反驳。害我真的不敢笑出来，不敢笑出声音。笑，尽量笑。下一个。这样没有办法。线上的粉丝有提问2个问题，第一题是你们对彼此的初印象跟现在的印象分别是什么？那就下一题是，如果有机会再合作的话，想要合作什么戏跟角色？看什么样的人设啊，设定或者什么？张广 CP 先好了。你想要跟他演合体当变态，然后一起去犯罪，可以这样子吗？这也是一个议题啊。演犯罪，对。就是霹雳团2人组之类的，对，或者是去闯任务、闯关那种，去偷珠宝之类的。你想拍那种犯罪的类型，然后我们2个可以当。并肩。我可以当警察，可以当变态。抓人家关起来。可以啊，反正抓起来之后就自己。禁忌的案子。那你们？我们要彼此讲彼此的吗？好，我猜猜看，我不知道他讲。不用猜哦。我想，我觉得我可以演一些那种，我刚其实有在想，就是警匪追逐这样，就是追捕跑这样，然后因为我觉得相爱相杀，然后他已经
我觉得我们没有相杀，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一开始他把我推开，但是不够。就想要相爱相杀。对，我想要相爱相杀。我想跟他演的就是，换我变很高了，然后他一直追着我，因为这一部的戏都是我一直在追着他跑。下一次我想要换他一直追着我。没错。上站也要抓。可以不用想这么久。还有一题是粉丝说，经历了这8集的旅程，能不能以角色的身份和对方说一段话？角色哦，等一下有另外一题，现在是用角色。是夜广，是夜广，然后在想说什么呢？对啊。我生活本来一直都很难定义的，可是遇到了你之后，渐渐出现一些改变。其实那种感觉难说得上来，就是很温暖、很开心，就从来都没有人能够这么深入的了解我，所以认识了你我很高兴，所以希望未来的日子里面可以在我身边。但你要知道，不管你选谁，我都是。好，你讲完了吗？我们说完了吗？有点入戏。还有一个。旁边两位。我没有。你不要现在。谢谢。谢谢。谢谢你愿意在我最对爱情有兴趣的时候，帮我拉起来。感谢我。不可惜，那是我应该做的，但是后来看到你，坦白讲，我其实也不是一个这么忙的人，是因为你，所以我才变成那个人。所以你可以不用担心，我对大家也这样子，因为我只会对你这样，好吗？好。我让自己再回味。好，最后一题，来想一下。好，我们最后一题就是也是粉丝们想知道，就是大家就最终回之后各自有没有什么分享，有没有自己的规划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你们可能要靠近一点点，因为直播机器在那边，跟线上直播的朋友打个招呼也好吗？嗨，大家，线上大家。这都是线上观众的提问哦。等一下，大家现场的朋友想要看就是张广 CP 或者 JYP 做成，你们也可以想想，等下问你们喽。好，那这题我们轮流回答一下，就是之后的规划。是哪部分？本人之后的规划。会啊。对，就是近期之后会有。他比较多，对。就是大家可以支持一下他们。最近的规划，我再来11月11号有一部电影要上，有人知道叫什么？好，谢谢。对，记得收看哦。然后
现在正在拍一部也是剧，然后角色也非常的特别，可能有点类似哈勇家的角色，到时候你们看就知道。对，谢谢。或许也可以大家也分享，就是课业，或许会忙于课业吗？还是什么？好。不一定，也不一定是演艺。我接下来的规划就是好好读书，对，差不多。哦，然后我应该说，我今年应该没有其他的演出了，对。然后今年的年底是，你可以来看，在北大戏剧厅，然后是那个我是助理这样，对，但是不会看到我，对。但是那也是我们就是我喜欢的东西，然后也欢迎大家来支持，对。那之后你有戏剧的表演，或者是学校里面有没有发？哦，会，我应该都会发啦。对，之后什么就是只要是活动快到的时候，我应该都会发在我的现实动态之类的。然后应该接下来就是一直念书到毕业吧，应该是这样，毕业了也刚说，对，应该可以，应该可以啊，应该可以毕业，可以啊。我今年的话，应该目前也没有就是其他的戏剧拍摄，但我其实希望未来就是能够把大学好好读到毕业，然后后面会陆续的，就是会有一些许多的事情，然后希望自己能够多尝试其他不同类型的戏剧，然后最后能够演到电影这样子。那我现在也是就是好好读书，就祈祷自己不要睡不着，然后也不要走错教室，对，你也走错教室，可以走半小时，新学期，然后对，就是也是在努力试镜一些戏剧电影，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规划就是。我现在在筹备我的新专辑，对，应该会在明年发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所以恳请大家支持，谢谢。好，那大家现场换你们喽，你们准备好了吗？好啊。大家就是你们可以要求每一个演员做一件事情，或是回答你们一个问题。但是呢，就是我会判断，我会让你们做。好，有没有人要举手？然后一样就是举手的话也会有这个海报。那我们从启东开始好了，启东小朋友有没有想要启东小朋友做什么事情？可以对对方做什么事情，或者有想问他的问题？举手。启东自己数1、2、3，然后选一个。他如果没人举手，有你要举手吗？有吗？会吗？那好了，是了。你要干嘛？好来。这套至少会。好，1、2、3，你看真的没有人举手。真的没有人举手呢。你不要当第一。好，这样举手。真的没有人要参加这个环节，我就要结束了。你们要把这个大好机会让给我们。还是说要保留在？哎，那边有一个，那边有一个。谢谢你。宽容一点，宽容一点。帮我录一个小领口吗？小领口。你是说早安？就叫我起床凶一点的那种。凶的应该你找错人了吧？啊？叫我起床。起床。啊，我忍的。现场是吗？那2只手机哦。你往前，你直接说。你自己那这可以传录音。你要前面哪个前面？你要前面去。谢。小心脚架。小心脚架。我可能没有办法很凶哎。好，那个正话我们就一直闭一下啊。没关系，我可以一起进来。那我们要可以一起说吗？好。
他更开心了。你这样再不起床，就真的没办法了，对不对？来哦，那我你讲就好。我知道，那我们并一排，那我说起床，那就起床。好。没有一排有没有？好，那你们俩一直麦克风的，哦，对。对，那我们不用好了。我小的时候就这样歪。等一下，我发现我挡不住他哎。没关系，这样，好，好，来，5、4、3、2，走，起床，起床了。来，站过来，凶一点，站要起来。记得起床。我等下叫你。大概是这个样子。来，郑浩选一位，1、2、3。1、2、3。白色衣服的，来往前，你不要来台上。你有想要什么服务吗？你录啊？你要歌词吗？还是你们要背？背一下。但是，你找几张救你一起唱？没有，他那个救他啦！那你麦克风还是啊？好，我们开始了。小段啊？不是这首吗？你小段啊？直接副歌吗？还是直接副歌？好。不想要，只能躲在云层里。爱也选择不是唯一，能不能就让我们在一起？找存在的定义。I wanna 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 I can't forget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 满意吗？来，郑浩，颁奖。好，再来，换瑞了。瑞可能不会唱歌哦。你有要唱歌吗？唱歌不是不行啊，但是你们斟酌一下啦，就是不要太有难我。好，然后计数。我要看的1、2、5，好，不要，好笑不好笑？1、2、3。柚子。谁比较快？可是。来，再一次。1、2、3。来，你自己看。你们觉得是谁？黑色衣服的。来。一样快。让乐的对阿健先拿撒娇吗？对。来吧。一人一支麦。来，麦给我，去拿个麦。然后你要跟他说什么撒娇，不然他会。给个情境。他不太知道。对啊。情境。还是你就是想要看刚刚那个？你先模仿一次。对啊，你是想看？宝贝今天要吃什么？不要重来。都不能把我推开。可以。干嘛？有什么事吗？对，你要吃什么？满意吗？满意。来，班长。那个照顾一下直播的粉丝。照顾他直播。那个线上的
个粉丝要求想要看硕婷翻白眼，你可以来这里翻一下白眼。那他要帮我 Q 啊，他要帮我 Q 啊。太近了。来，我们跟着，OK。你要说一点就是。我会情话。你要不要启动一下？我的土味情话都是那个随机应变。正好。我想到，开始。随时。我今天刚好穿绿色。我看是不是太想我？这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我的颜色是绿色啊！要翻。有翻到吗？我有翻到吗？你可以帮我一个正的特写吗？来啊！为什么要穿绿色啊？OK， 请回。谢谢。好，他变选了。请问现在这边两位情侣是否可以？来，不要干嘛？深呼吸，1、2、3。白色衣服。他们做事还是我也不理解，都可以。那你要，我可能要把关一下。我想一下。我可以想的动作合到。可以啊，你可以让他们从3点开。这个吗？太一般了。我现在会那个。很棒。然后我们俩合照。3点拍，甜蜜3点拍。哦，你跟他说。确定吗？好，合照。不要生气。他说偶尔。好，我们加快一下脚步哦。啊你，我帮你拿麦克风。哦，真的要我拿着。他很容易生气。来，有稍微有一点。快点。开心。啊？好不爽啊！怎么会不爽？好，1、2、3，1、2、3，1、2。好，最后一张1、2，来。好，大家。好，请回位置哦，我们要加快速度。来，回坐，谢谢。好，最后2个环节了，我们现在就是感性一下，我们用 Andy 跟硕婷、郑浩跟启章的身份，跟对方好好的告白这一段旅程的一段话。换不先，那换沈俊先。我刚刚已经先了。啊？你刚说。那你们讲的时候也要照顾一下直播的朋友，然后你们也可以对看啊，或者是深情告白。谢谢你在，就是这么长的时间，就是这1年来，然后都陪在我身边，对，然后也
也听了很多，我们也跟彼此说很多彼此的心事。对，有时候发现就是这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就是找的是，就是去找他们说的时候，就是你有时候好像真的特别了解我。谢谢。我只记得，我其实这一年里面，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次我们在车上一起睡觉，对，然后不是那种睡觉，这样自己休息，就是我们边聊天，趁空档边聊天，然后边休息。对，然后那时候我们聊了很多，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是让我们的感情变得最好的一瞬间，真的很感动，真的很开心。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继续合作。我也是。其实就从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会觉得我们两个会蛮合的。就我也不知道那个感觉是怎么样，但就是有感觉啦，对啊。然后我们的个性其实还蛮像的，所以我觉得一路相处下来都很快乐的，没有任何的那种不愉快或什么摩擦。一路拍戏的时候，我很紧张的时候，你都会安抚我，然后。跟你相处真的很有趣，很好玩。对，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话是怎么说，就是都很想告诉你，但我觉得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这段时间没有你不行，是真的非常真诚的一句话。因为我人生第一次拍戏，会很担心说，今天遇到的对手演员是不是会不会很有距离感啊，或者会不会就是很难相处之类的。但是你让我的拍戏的过程中一路都很开心，所以真的谢谢。我觉得，虽然我在剧中是温暖你那个人，但我觉得现实中，你好像蛮常温暖我的，对，所以，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演戏，我也不知道他的好与不好之类的，但是我很能感受到，就是你很用心的在给我鼓励，然后给我爱，对，就我在从认识你到现在，我真的感受到很多爱的。可能我们两个都是乡下的小孩子，对，所以我们都有特别的那个感觉，对。所以我要说，谢谢你，对。然后之后你演戏的路，我有困难之类的，我永远为你撑伞。耶！那你们一起拍个2对2对轮拍，先让大家知道。分开是这样。他们先，他们往中间一点，你在旁边。等一下，不好意思，我们先全部到这边。然后我们先上网。这个是。手被发现。不要说的。然后我们从 Andy 开始 ，Andy， 然后沈旭，然后再来郑浩，再来秀。好 ，Andy 先。8点火。不要默默的，我不默默的我们 NFT 现在限量热卖中哦。想跟我们1对1视讯吗？要的话就赶快购买，还有机会得到亲笔签名的小卡跟海报。没错。快，你好，
然后大家都知道我们在10月23号的时候会有见面会，然后见面会的时间是，我在打什么？对，反正就是见面会时间没有可以讲，好，反正就是10月23礼拜天，对，礼拜天。然后售票的时间是9月28礼拜3，然后中午12点，9月28礼拜3中午12点。售票的地点在 KKTix， 然后 Farming Port， 对，然后会有我们各自准备的表演，对，欢迎来参加。对，那我们的 Bio Youth 青春纪念册9月20号，今天就是在今天凌晨12点，应该说今晚明天凌晨12点正式开卖，0000，没错，可以在各大实体以及网络书店购买。那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叫做青春纪念册的签名版。那这个签名版呢，听好，只能在尖端官网、博客来、金石堂以及成品限定贩售，所以要买的朋友们有记起来了吗？应该没有哈。那就在这里好不好？我们官网也都会有资讯，然后大家反过来给大家看。好，所以呢，就是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买，数量有限。好的，今天待会10点钟，那个我们的片尾曲，你们刚听那个 slow motion 会在华研音乐 YT 上架，所以大家可以去支持。然后再来是，一样也是 slow motion 哦，晚上12点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都可以听得到哦。就是反正就是 slow motion 10点可以看 MV， 然后12点你就可以在各大串流平台听到。对，然后呢？对，还有什么？哦，对，还有瑞跟健跟瑞的吻戏的那一场，你们听的背后的那个歌曲，那叫什么背景曲？对，他今天晚上12点也会在各大串流平台播出，就是那个偶尔的念头。你们大家都有听懂哦？对，就是大家可以去支持。反正今天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日子，对，很多东西都出来了。对，好，谢谢。翻好不好？你们数题。没有，你们翻你最喜欢的给他们看。好。那你要翻给他们看。一人选一页。好，你这边先讲。你要过来一个。好，那我先好了。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页。你们应该没有看过这一幕。它是一个我们未公开的吻戏。对，好了。你要看自己去买。好，换你看。然后看这个好。因为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多的花絮，然后幕后，然后还有一些彩蛋，对啊，非常值得收藏。我最喜欢的是这一页，给大家看，这是我们两个非常真诚演出的一场戏，然后是在跨年前最后一场戏，所以意义蛮重大的这样子，大家看。好，一样想看要去买哦。对，好，还有你们。也可以吗？当然可以了，但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页蛮久的，真的是非常下巴的部分。所以你想不到，你今天很多张都很好看啊。好啊，还是我们讲同一个。我顺便。
点了。我们找不到，我们都开始拍照了。这个呢，就是也是未公开的一场游戏。对，然后这边是我们现在在车上。哎，对，然后我们记得一开始，那时候我就开车载到他，开车载他回家，然后帮他系安全带，还故意就是眼神交流，谁故意？他还派帮开车，然后再下车帮他开车，然后牵着我手这样，然后就这样。就翻到那页了，对。我们一起讲。这两句话。对，这两句。哦，哎，这个什么字？好，这个是。这个也是未公开，对，然后其实是接续，接续我刚才说的，对，然后后面就翻到，然后接下来就翻到这一页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累积，所以知道你们买了之后。对，因为我真的挑不出来，就是每一页就是翻过去跟再看那个1到8集一样。那你在旁边帮大家这样算算，然后我跟大家说，如果你们到时候买到了，你们要分享你们最喜欢的页面，然后可以让我们知道你们最喜欢哪一款。所以我可以这样翻吗？这样就可以狂翻，然后很快。哎，太重了。OK。还有人想拍照？好了，大概是这样。之后也会再做开箱影片给大家，也要记得收看，要不然又是官方。也要就是关心，就是所有关注他们的 IG， 然后把他们分享出去，让更多人认识这些宝藏品们。好，然后直播我们就先跟直播的粉丝说拜拜。拜拜，感谢你们今天线上的参与哦。给他们一个定格好了。来，先go，一个。来，你挡住全部了啦！哦，对不起。好。来啦，1、2。收停点没光，往前一点。对，好。OK。OK， 拜拜。拜拜。哇。好，我们再来到。